你有冇曾經經歷以下嘅狀況呢？無效嘅禱告生活，聽唔到神嘅聲音，唔能夠專注喺神嘅話，受傷、有苦毒或者感到憤怒，覺得被動、消極、缺乏熱情，好可能你已經喺心思嘅戰場被征服。今期國度1分鐘，一齊嚟得勝心思嘅戰場。思想係自由意志同埋決策嘅地方，我哋每一刻都身處喺爭戰之中。惡者會用一切嘅火箭，即係一啲我哋熟悉嘅嘢嚟試探同埋攻擊我哋，比如係奸淫、說謊、嫉妒、缺乏安全感、貪婪、受害者心態、好差嘅脾氣、自責同埋內疚等等。你有冇時刻留意你喺度諗緊啲乜嘢嘅呢？如果你回應呢啲錯誤嘅思緒，容讓負面思想喺你心入邊扎根，做出違背神話語嘅決定，就會犯罪。慢慢仲會進入一開始所講嘅戰敗狀態，形成堅固嘅營壘，就好似疑惑、不信、憂慮、恐懼、唔負責任、唔認錯、發怨言、好心急，覺得自己唔配，覺得我改唔到，我做唔到。好彩，聖經話我哋可以攻破堅固嘅營壘，方法就係將所有嘅心意奪回。以後當你面對呢啲熟悉嘅火箭，你可以對付、奪回同埋勝過佢哋，將佢哋消滅喺萌芽狀態。有3個方法。首先，我奉耶穌嘅名拒絕同埋斥責呢一個諗法。之後，用神嘅話語嚟取代呢一個諗法，去思想一啲真實、可敬、公義同埋清潔嘅事。然後求神保護我嘅感官脫離那惡者，用耶穌嘅寶血嚟遮蓋自己嘅心。漸漸，你就會慢慢喺你心裏邊建立耶和華嘅堅固台，就好似我係獨特嘅，我係按神嘅形象同埋樣式被造嘅，我有基督嘅心，有剛強仁愛謹守嘅心，我有能力管轄地土。神向我所懷嘅意念係賜平安嘅意念，我嘅將來係有指望嘅。你就會成為心思戰場嘅得勝者。仇敵嘅攻擊，心思嘅戰場會一直重複。要時刻留意我哋嘅思想，先至可以持續得勝。詩篇19章14節，願我口中嘅言語，心裏邊嘅意念，喺你嘅面前蒙悅納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，歡迎你嚟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國度復興報嘅 Facebook 專頁。